了。是啊，多美啊，这太美了。就是。哎呀，空气也好。哎，你知道那个农场的居喜，他现在在干什么吗？哈哈，你不知道啊？我以为你知道呢。居喜早就调走了，我听人说好像是调到市里农业局下面的一个3产，现在是在机关管后勤的。哎，大姐，你不知道吧？居喜调走以后没多久，彩琴就在农场的一场意外事故中去世了。素敏好像还不知道这回事儿，但是她知道居喜调走的事儿。居喜，你孩子都得7、8岁了吧？8岁。那你就没想再找一个？没有。你孩子多大？啊，我啊，大的已经5岁了，小的4岁。计划生育抓得这么紧，你本事够大的。嗯。你停这儿干嘛？来这儿干嘛呀？请你吃一顿。哎呀，不吃不吃，我得回家吃饭去。哎，苏川，你跟我客气呢，还是真想孩子了？那倒也不是，8成到了这会儿啊，孩子们跟他爸他妈早就吃上了。啊，那孩子不是你的？得露馅了不是？你说我连婚都没结过，我哪来的孩子？我说的这2个孩子啊，一个是素棉的，一个是我弟弟的。不过他们都管我叫妈。嘿，好嘛！我说这几年不见，还是分不清你哪句话是真的，哪句话是假的。真有你的了，走，进屋再说，进屋再说。啊！哎呀，你别让孩子，你让他们管你叫妈干嘛？妈，哎呦，傻老大啊！快，坐。哎，你这疯哪儿去了？你这妈，搞件事儿啊！我看了一块墓地，全都是那个花岗岩大理石做的，特棒。我想把我爸的骨灰啊迁到那儿去。哎，那有我的地儿吗？不许说这个啊！嗨，说不说不都一样吗？那怎么样啊？我问您怎么样啊？我哪知道啊？我又没看。多少钱呢？钱的事儿呢，您就别操心了，您就说是行还是不行。我看啊，还是得跟他3姐、2姐商量商量。2姐可是国家干部，别耽误了人前程。不能跟他们说，跟他们说肯定不同意。妈，这事儿我可是答应人家了，定金我都付了。你都答应了人家，跟我商量什么呀？我一想，你准同意啊。妈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，别跟他们说。那有我的地儿吗？我不能跟你爸分开呀。能没您的地儿吗？我早就想好了。哎，你俩的地儿啊在一起。哎，不说这个，现在说这多不好，不吉利，不说。这事儿行还是不行啊？吃它干什么？不许吃！我一看见它就来气。哼，我呀一会儿就把它给扔了。买坟地啦？这鬼东西，是不是又在偷听大姐跟妈说话呢？3姐有钱。你3姐虽然有钱呐，其实她也是最缺钱的。那就找我哥。我哥欠我的钱，4姐欠你的钱，5姐就更不用说了。对呀，要不说你是大姐肚里的小蛔虫呢。行，大姐呀，这就把他们给拿下去。
话筒都设备好，人都试好了，人都准备好，他用着吗？他多余讨厌。素娟，把该属于我的那份钱给我。哎，不是大姐，你不是不主张分店吗？那再说了，你那份呢已经让小妹给拿走了。哎呦，你干嘛呀？你没看着我看电视呢吗？快起开起开！不许看电视！多余嘛，干嘛？哎，说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要的那份钱啊，是当初更换法人的时候你对我的承诺。要不要我把小楚啊写的那个承诺书给你拿出来呀？不是，哎呀，傻老大，那个纸上的东西啊，它跟现实的东西是不一样。你说这都没有用。那你就等着我起诉你吧。大姐做不到，我可做得到。不是，大姐，你不会让小楚这么做吧？咱们可都是亲兄妹。这会儿你说亲兄妹了，既然你说了不算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小楚啊，你是吓唬你哥呢吧？没有，那我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你不要我也要。承诺书是写给我的。你看着没有？这就是你带出来的玩意儿啊！把自己亲哥要往法院上送。就是，哎呀，这要是让院里人知道，哎呀，那多没面子呀！谁让你来的？赶紧回去啊！不行，必须得要。我告诉你们，只要我出了这个屋，明天我就上法院。哎呦，小祖宗，我求求你了，行不行？哎，等一下，不是沙老大，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要钱呢？你要钱干嘛呀？我要钱，要给咱爸买墓地。嗨，你怎么不说明白呀？我是儿子，儿子给老子买墓地，这是应当应分的事儿，这钱就应该我出嘛。哎，不过啊，话我可得说明白啊，我拿这钱，可跟小楚什么拿去法院吓唬我一点关系没有啊。哎呀，行，哎，素菊啊，你只要拿出1/3就行了。小楚的那份钱啊，我们不要了啊，姐，不要了。你可得说话算数啊！嗨，小楚，表态。哼！哎，你给我站那儿！哎，你跟谁横呢？哎，行了，哎，人家小楚同意了。走，明天过来拿钱啊！好，哎，你俩赶紧坐下吧。大姐啊，把电视啊给你们打开，接着看。你们接着看啊，接着看。大姐走了。我就说赶紧走啊，出去。你要去把承诺书给我拿回来，听见没？就讲几句话。还想换车？换什么车呀？大厂长。那我爸这事是正事儿。哎，我们赵家就我一个儿子，厂长，这买墓地肯定是我拿钱呐。厂长就过来了。那我们家开分店的事呢？同志们，开，照样开啊！那大不了就不换车了呗。那大发也挺好的，那咱们院人看着多羡慕啊！开这个联欢会，召开分店，召开。这爸爸公公的事情啊，这妈跟我一说，我吓了一跳。这事儿非同小可，而且涉及到敏感的问题。我希望呢，大家多表个态啊。那你先说吧，苏波。苏波。啊。二姐呢？哦，我正在想，这2半截花钱的事儿，怎么把我给扔了？哎，你看看。这回2个人没尿到一个裤裆里去。嘿，妈，哎，这女婿们都在，瞎说什么呀？你哎，那怕什么呢？这是在赵家嘛。对，妈，您随便说，我们没事儿。对，妈，别把我们当外人。我支持2半截。这个啊，改革开放啊，搞活经济，让老百姓们富起来啊，这是好事儿。但是这个什么上坟啊、迁坟啊，都是资产阶级旧社会的东西啊，牵扯到这个政治的敏感，万一出了事儿，谁来负责？这买墓地的事儿啊，不光是2半截一个人的想法，这事儿我也总想着，但是一忙着就给忙忘了。在公墓不是挺好的吗？这是政治待遇，人家想进还进不去呢。这事儿让街道知道怎么办啊？让邻居们知道了又怎么办啊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事不行，那不是开玩笑的。这个给咱爸买坟地这个事儿啊，我出的大头啊，那我就先讲2句啊。刚开始啊，傻老大跟我说的时候，我也没太在意，那毕竟是给咱爸买坟地，又不是给别人。那我是儿子，那肯定是我拿大头啊。
有多少我就拿多少啊。不过现在这个一听二姐这么一说哈，我都有点犯嘀咕这个事儿，因为咱家这个事儿啊，不是说上纲上线，它已经在线上了。反正呢，我个人啊比较同意二姐的意见啊，咱把这个坟地呢还是在公墓里比较好啊。好了，我讲完了。苏霞，你说说。哦，这可能来不及了。大姐一天没在家啊，就她那雷厉风行的劲儿，80%已经满了。二姐让你表个态。哦，我同意二姐的意见。小妹，你说。啊，我听大家的，听大家的。小楚。啊。嘿，你二姐让你表态，你看着我干什么呀？我听我大姐的。不过妈，我可听你跟我大姐说。算了，我还是不说了。哎呦，我就不喜欢你这把话说一半儿。妈，那我说了，您可别生气啊。不是，就是我死了有块地，是不是就这句话？这可是您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我说的，怎么的了？我就说了。正好我大姐回来了。哪儿呢？我数1、2、3呀，她肯定进门，而且呀是特别高兴的。1、2、3，喂！哟，这么齐呀，都在这儿。哎，我说你这么晚了干什么去了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办了一件大事儿，你们听了呀，一准高兴。是不是把墓地买了吧？啊，买了也给我退了。凭什么？哎，合同也签了，我的钱也付了，这退了也不能签。我刚才已经跟大伙们都说了啊，这涉及到敏感的社会问题啊，不是咱们家的私事儿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农村啊跟城市不一样，农村呢有田间地头，有承包的土地啊。如果我们大家都这么搞下去的话，不是占地儿的问题，哎，这街道知道了怎么办？这全院的人都虎视眈眈的看咱们家呢，万一向上面汇报了又怎么办呢？他二姐啊，你又在这上纲上线了。哎，咱家人不说，没人知道。哎呀，不是不说的问题，这是姓资姓社的问题。你脑子里怎么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啊？说多少遍了，真是的。二姐，你也不用说那么多了哈。这个事儿呢，就少数服从多数啊，就是大家都听人多那会儿了。傻老大，你甭太较劲了啊。妈，哎，拿开，葡萄拿开，看着我妈啊，您不都同意了吗？哎呀，两半截儿，这件事情啊，我和小楚支持你，是他们不同意。我怎么就想不明白了？这个孝顺父母可是最大的，没有比孝顺父母更为重要的了。难道你们都不明白吗？你又想说这是爸说的，对不对？本来我跟你说，那不是爸说的，那是孔老二说的啊。人之行，莫大于孝，这孝莫大于严父。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？我跟你说，爸的话不一定是对的啊。怎么不对？那妈的思想我们已经给做通了啊。这事我觉得咱们就不必再商量了。妈，明儿咱们都得上班，你说。沙老大，这都姓资姓社了，就散会吧。哎呀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信资信社呢？走吧，走吧。